第四个问题的诵经时，如果突然有急事，像肚子痛了，马上要到洗手间，暂停一下，是否可以？最好是停下来之后你的事情办完了，从头念起不是从当中接触，从头念起如果经文很长，它里面有分品的话，从一品从头念起，不必全经你比方《法华经》，它有28品你念到第10品了第10品念完了，念到11品了，你突然有事情去，回过头来从第11品开始念，这样就对了。